今日咧就又去到看見列國守望神國嘅時間。又到看見列國守望神國嘅時間。我係 Esther， 我是 Esther。今日咧我報告嗰個國家咧係中亞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國家。今天我報告中亞一個最大的國家。佢叫哈薩克。哈薩克係啦，咁我而家睇到圖嗰個嘅哈薩克，中間咧又有個哈薩克地圖啦。中間有個哈薩克地圖。嗱，佢係中亞五國入邊咧最大嘅國家。它是中亞五國最大的國家。之前我哋有報過吉爾吉斯啊，其他嘅國家啦。之前我們報到吉爾吉斯其他國家。呢個國家咧喺呢個中亞五國嚟嘅係最有錢嘅。這個國家在中亞五國是最有錢的。佢咧其實好得意喎，佢喺市中心入邊咧，佢好多建築物咧都係抄其他國家嘅。它市中心很多建築物都抄其他國家。我哋睇下咗右邊嗰個當地特色建築嗰個圖啊。右邊當地特色建築那幅圖。又扮下美國國會啊。有美國國會啊。有中國風嘅建築啊。有中國風嘅建築。真係好特別啊！佢抄得就抄㗎啦。它真的很特別，很會模仿。佢好靚㗎，佢嗰個市中心。它市中心非常漂亮。最靚嘅咧係右邊嗰幅個波嗰個圖。最漂亮的是那個像球一樣那幅圖。呢個咧就喺市中心入邊叫做伊傑列克觀景塔。這個在市中心叫伊吉利克觀景塔。嗱，佢咧翻出嚟嘅意思係生命樹。它翻出來的意思就是生命之樹的意思。咁佢嘅意思係咩嘢咧？就係話new beginning。它的意思就是新的開始。係咪好似教會啊？好像教會一樣。就係個景點就擺咗喺市中心。把那個景點放在市中心。好，我哋下一張。我們看下一張。第一張嘅標題咧，就因為佢咧係一個曾經係一個非常窮嘅地方嚟嘅。因為它曾經是一個非常紅嘅地方。佢係1991年咧就前蘇聯咧瓦解之後咧先獨立出嚟嘅國家。它1990年代蘇聯解體嘅時候瓦解嘅時候獨立嘅一個國家。因為佢咧就發現咗油田。因為發現了油田。所以咧佢一夜變富。所以它一夜變富了。所以其實佢成個風格咧好似我哋嘅中東嘅杜拜。所以它整個風格很像中東的杜拜。有啲人就話啦，哎呀，佢咧其實係中亞嘅杜拜。有的人說它是中亞的杜拜。所以咧，其實佢好大啦。它很大。佢係世界最大一個內陸國嚟嘅。它是世界最大的內陸國。約莫係幾大到咧？約莫有75個台灣咁大。大約有75個台灣那麼大。咁佢人好少嘅啫。人口很少。佢得2000萬人。只有2000萬人口。佢係世界入邊咧最空曠嘅國家嚟嘅。它是世界上最空曠的國家。佢應該係每一平方公里咧得7.4個人㗎咋。它每平方公里只有7.4人。所以咧，其實呢個國家好大，佢亦都蘊藏好豐富嘅物質。它國家很大，它礦產很豐富。而且咧，佢係價廉物美。而且物美價廉。佢喺市中心咧，如果你買個3房套嘅單位咧，約莫係租7000蚊港幣到嘅啫。在市中心買一個3屋也這樣子的。租啊！即係租屋。如果你喺市中心買3房嘅屋咧，租到3房的這樣子的一個房子，要大概港幣7000塊。所以啲人咧，其實咧喺嗰度居住去旅行啊嗰啲咧，都係好平嘅，可以考慮下弟兄姊妹啊。所以在那裡居住旅行都很便宜，可以考慮一下弟兄姊妹。亦都係中間嗰幅圖講緊佢嗰個蘊藏量啊。中間那幅圖說它的蘊藏量。佢應該喺蘊藏量係全球排12嘅。蘊藏量排全球第12。佢咧即係佢嘅蘊藏量等於俄羅斯嘅7成。它的蘊藏量等於俄羅斯大約為俄羅斯的7成。佢亦都因為係佢比較地面啲咧，佢好易開採嘅。因為它比較氣候原因比較容易開採。咁佢係中亞嘅迪拜啦，亦都係最大嘅內陸國啦。它是中亞的杜拜，也是最大的內陸國。油田多啦，同埋幸福指數都好高㗎。它有油田多，幸福指數也高。係嗰度啲人咧，右邊嗰度咧就做咗個統計。在那裡呢，做了一個統計。佢嘅全球幸福指數係排名咧，今年係上升咗10位。它全球幸福指數排位今年上升了10位。點解咁幸福呢？為什麼那麼幸福呢？地方又大啦，地方大，政府又好啦，政府好，亦都咧係去一個上升嘅軌道入邊嘅。在一個上升嘅軌道。好，第2章。第2章。咁我哋講第2章呢，下一章係佢戰爭令運輸改道成為大贏家。戰爭令運輸改道成為大贏家。經濟前景向好。經濟前景看好。頭先我話點解幸福指數？除咗佢啲嘢平之外咧，佢開始咧就發現油田同埋近來打仗。除了它的幸福指數高，它有發現油田，因為最近的打仗。佢係打仗令到佢咧反而係翻身㗎。
打仗令到他們反而經濟更好，因為我哋知道中東下邊條海路封咗啦，因為中東的下面的那條海道封了，封咗海路咧就唯有走第二條路啦。封了海道只有走另外一條道。所以近來咧個戰爭令到咧所有嘅陸路咧就開通翻。戰爭令所有的內陸最近也開通了。我哋舊時咧係話哈薩克咧其實係我哋嘅舊絲綢之路嚟嘅。哈薩克是我們的舊絲綢之路，亦都係一帶一路一個好重要嘅開發啦。也是一帶一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因為近來嘅戰爭令到呢啲舊路咧就開始越嚟越通啊。戰爭令這些舊路越來越通了。早排咧中東封咗海咧，所有人咧就將啲石油咧就由上邊去嘅管道運過去咧俄羅斯啊，運過去中國。早前因為打仗，它那個油是從上面運到俄羅斯和中國。所以你睇中間嗰幅圖，中間那幅圖，佢嘅 GDP 咧升咗咧好多㗎，成為咧亞洲嘅第17位。GDP 升了很高，成為亞洲第17位了。增長咧向好，增長向好的。不過呢幾日係咪好多消息又話又打又另一啲地方又俾人封咗，但係佢係主要係受而家嗰個影響係最細嘅地方嚟嘅。他最近打仗，說很多地方被封了，但是他還是影響最小的一個地方。咁唔單止呢樣嘢喎，佢同香港好有關係嘅。不單這樣，他跟香港有很多的佢第3幅圖聯繫。講緊哈薩克國家鐵路中港上市，申請新港上市。申請薩哈薩鐵路申請在中港上市。即係話咧，你遲啲會買到咧哈薩克呢隻鐵路嘅股票。就是稍後可能會買到哈薩克鐵路早排特首我哋過去強去英國啦。早前特首去英國，佢唔單止係呢個申請上市，仲有其他嘅礦物咧，都會喺香港上市。不單是鐵路，還有其他的能源也可能在香港上市。呢個咧其實係對香港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商業嘅契機嚟嘅。對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商業契機。佢唔單止係中國啦，亦都對香港嗰個貿易咧有好大嘅益處。不單對中國對香港的貿易很大的益處。咁我哋咧就祝福佢一間，因為佢好咧，我哋都好好喎。我們祝福他好，我們也很好。好，第3張。第3幅圖。咁講到佢嘅經濟咁好啦，但係佢喺屬靈方面又點樣咧？說到經濟這麼好，屬靈方面怎樣呢？其實佢係伊斯蘭教咧，就佔佢哋嗰度7成嘅人口嘅信仰嚟嘅。伊斯蘭教信仰佔人口7成。咁有30%嗰啲係基督教啊，或者其他嘅教啊。3成是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咁佢哋咧比較特色咧，就佢唔會。同中東嗰啲回教咧，佢就冇咁激進嘅。它不像其他中東的那回教那麼激進。因為佢哋係之前咧係薩滿教。他之前信薩滿教。因為咧蘇聯啊同其他嘅回教咧都係好比較遲啲入侵佢哋嘅國家嘅信仰。因為蘇聯呢，還有其他的回教入侵他們的信仰。比較遲啲。比較遲一點。所以其實佢哋咧就信得麻麻地嘅啫。所以他信的就一般。咁佢哋點信得麻麻地咧？為什麼信得一般呢？嗱，佢哋會將咧薩滿教佢自己信嘅教啦，同伊斯蘭教就撈埋一齊。他把他們自己信的薩滿教跟伊斯蘭教混在一起。嗱，例如咧就佢個巫師咧就可以做埋回教嗰啲典禮嘅。例如他們的巫師可以做回教的典禮。嗱，我哋睇第一幅圖啦。第一幅圖。咁呢個係佢哋其中一種咧就血淋式嘅儀式啦。這是他們其中的一種血淋式的儀式。佢哋用啲血咧就滲落去個揼，咁佢哋覺得就係增加你嘅能力啦。用那個血淋到你身上，說增加你的能力。咁呢啲都係佢哋民間入邊一啲嘅比較係即係做緊嗰啲信仰咯。即係民間嘅信仰。咁有一樣嘢要提下大家嘅。另外提醒大家。如果你去旅行嘅時候咧，見到佢哇好靚喎，彈緊一個古琴喎，喺度彈啊，好喺度唱緊歌喎。如果你看他們那個古琴彈得很好，唱歌嘅時候，你去旅行嘅時候咧，你話哎呀好靚喎，不如我又彈下咯咁樣。然後你說哎呀很漂亮，不如我也彈一下。其實係每一次咧，嗰啲咧都係符咒啊，同埋唱佢哋即係歌頌佢哋嘅神嚟。都是一些符咒或者歌頌他們的神。所以去旅行緊要小心啲啦。所以旅行嘅時候我們要小心。咁但係咧，神咧其實喺呢個地方入邊咧開始復興啊。所以，但是神在這個地方已經開始復興了。中間嗰度圖咧就講緊咧好多回教徒開始發夢見到耶穌。中間那幅圖說很多的回教徒他們做夢夢見耶穌。特別係維吾爾族社區，特別是維吾爾族社區，好多嘅見證喺網上面講佢點樣見到耶穌啊，跟住佢哋改信耶穌。他們很多的見證說，怎麼他們夢見耶穌，然後改信耶穌。咁第7幅圖咧，我哋嘅靈糧堂嘅體系咧，亦都喺當中咧，我哋有分堂嘅。我們靈糧堂體系也在當中有分堂。喺2009年嘅9月咧，我哋就開始嗰度係開始有聚會。2009年9月，在那裡已經開始有聚會了。而且咧，而
嗰個聚會點咧，都係唔止一個嘅。而且聚會點不止一個。咁咧我哋一陣一齊禱告啦，祝福咧喺教會入邊咧係喺呢個地方入邊咧係更加發旺。我們祝福教會在這裡更加興旺。我有少少總結啦。總結一下。我哋有個睇到㗎，我哋有個看見嘅。我們有一個看見。戰爭咧令到呢個地方咧係改道。戰爭令這個地方改道。我哋話啦，咁奇嘅，我哋曾經嘅絲綢之路係放棄咗嗰條路嘅。我們的曾經絲綢之路放棄這條路，但係因為呢個打仗，但是因為打仗，呢個地方又開始興旺起嚟。這個地方開始興旺起來。而興旺起嚟條路線呢，就係由中國開始嘅。興旺這條路線是從中國開始的。就開始一帶一路就會去到中東。一帶一路去到中東。咁神呢，好似喺當中做一啲咧重新指向嘅工作。神好像在當中做重新指向的工作。咁另一樣我想講翻頭先第一版嗰個生命之塔。另外有一點我想講的就是第一版那個生命之塔。第一章的嗰個圓波嗰個咧，那個圓球的那個塔，可唔可以打返出嚟？係。你諗下，我哋教會講緊生命樹。我們教會在說生命樹。喺咧遙遠嘅哈薩克。在遙遠的哈薩克。就有生命之樹嘅塔樹落喺中間。就有一個生命之樹的塔樹立在那裡。而且佢講俾你聽。而且他告訴你。這是新的開始。這是新的開始。係咪好同我哋教會係咪全一個水流啊？跟我們教會是不是同一個水流呢？咁願神嘅工作咧喺世界各地去繼續去復興，讓神的工作在世界各地繼續的復興。我今日分享係咁多，我分享這麼多。我哋多謝以撒加 Esther 嘅分享。感謝以撒加 Esther 分享。哈薩克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哈薩克是個很特別的地方。神咧好似咧透過唔同嘅事情，神好像透過不同的事情，為着幫咧呢個國家去改道路方向，幫這個國家改道路和方向，必然咧有神嘅心意喺當中，必然有神的心意在當中。我哋好唔好呢一齊嘅站立？我們一起來站立。我哋兩個，我們兩個。我哋咧一齊咧為着呢個國家嚟禱告。我們一起為這個國家來禱告。當咧頭先咧 Esther 去講嘅時候，當 Esther 講的時候。耶穌咧透過夢境咧去造訪佢哋。耶穌透過夢境造訪他們。我哋即係宣告咧呢個國家，我們宣告這個國家要被神咧大大嘅嚟興旺，要被神大大的來興旺。好唔好咧？我哋三聲耶穌耶穌啪啪同我打第一點。我們三聲耶穌。第一點係為國家同埋執政者去禱告。第一點為國家與執政黨者禱告。我哋三聲耶穌，我哋嚟禱告。我們三聲耶穌之後一起來禱告。耶穌，耶穌，耶穌。多謝你讚美你，主，我哋為到咧真係呢一個國家，你賜恩係俾執政掌權者，你賜恩俾呢個國家，你公平公義咧嚟到嘅賜予俾執政掌權者，讓國內咧每一個嘅決策，每一個嘅設施都有你掌權，都有你嘅智慧同埋聰明帶領。耶穌，我哋讚美你，多謝你。主耶穌為著咧係呢一個國家咧交喺你手裏邊，主耶穌我求你親自咧嚟到咧係加智慧咧俾執政掌權者咧賜下你嘅即係公義啦，讓佢哋咧喺帶領嘅裏邊咧佢哋都係合而為一嘅，讓國家所有嘅運輸嗰個鐵路嘅建設咧係都係因你而起啊，讓所有嘅決策咧都係國度嘅決策啊！主耶穌我讚美你，奉主名求阿門。我哋咧好唔好咧 ？PowerPoint 同我打第二同第三點一齊啊 ！PowerPoint 把第二點、第三點打出來。第二同第三點。第二、第三點有4個禱告嘅方向。有4個禱告方向。所以咧，我而家想咧，我哋4個一組。我們4個一組。我哋4個人咧圍一圈。4個人圍一個圈。好唔好啊？我哋一齊嘅為佢哋禱告。我們一起來禱告。4個4個。點解要4個咧？為什麼4個人呢？好想咧，我哋咧，讓佢嘅屬靈咧更深嘅，佢啲神咧更深嘅用呢個國家，讓神更深的使用這個國家。縱然呢個國家唔單止咧，佢經濟咧係興盛，這個國家不但經濟興盛，甚至乎咧要讓宣教咧要到呢個國家嘅裏面，甚至要宣教到這個國家。所以咧，我哋4個人咧一齊圍一個圈，所以4個人圍一個圈，我哋一齊嘅，你按住你嘅感動去為一點嚟禱告，為每一項來禱告。
輪流禱告。耶穌，我奉耶穌個名去宣告咧，有樹有光就有路啊！我奉耶穌個名係宣告咧，係生命樹嘅光要進到去哈薩克入邊。主啊，你咧既然喺嗰度樹立得一個塔啊，既叫生命樹之光啊！主啊，你就係喺嗰當中係發光發熱啊！主啊，你嘅光，你嘅同在要照遍哈薩克呢個地方。主啊，你嘅救贖要臨到。主啊，我哋宣告，你去嘅光嘅每個地方都要，所有人都要復興啊！阿們。耶穌咧，我哋多謝讚美你，你去祝福咧哈薩克嘅呢個地方裏邊咧有教會，神啊，你去咧堅固呢一間咧嘅亞斯插立嘅教會，神啊，佢成為咧嗰個地方嘅光，讓咧人咧都可以投奔咧去到投靠咧呢一個嘅地方，使你嘅光咧從呢間教會咧裏邊去發出，成為咧整個咧哈薩克嘅祝福，使用佢哋成為咧收割靈魂嘅禾場，成為咧整個中亞嘅祝福。耶穌咧，我哋多謝你讚美你。主耶穌，我哋要特別為到哈薩克嘅靈性，佢哋嘅復興你禱告你，神啊，佢哋咧要遠離嗰啲嘅傳統，遠離嗰啲嘅蒙蔽，神啊，求你咧光照進佢哋嘅心裏邊，讓佢哋咧能夠除去一切嘅蒙蔽，一切巫術邪術，一切呢啲嘅捆綁都要全然嘅得釋放。神啊，我求你嘅寶血彰顯你嘅大能，神啊，你就祝福嗰度嘅基督徒，祝福嗰度嘅教會，主啊，讓佢哋一小群一小群嘅聚集，可以成為好多點嘅光，成為嗰度嘅美好嘅見證。主啊，你祝福每個傳福音嘅人，祝福奉你名建立嘅教會，神啊，使佢哋大大嘅興旺。多謝耶穌聽我哋嘅禱告，奉主名求。耶穌，我哋多謝你讚美你。耶穌，我們感謝讚美你。你親自嘅嚟祝福呢個國家。你親自來祝福這個國家。主啊，必然有你極美好嘅心意喺呢個國家嘅裏面。主啊，必定有你美好的心意在這個國家當中。當我哋每個禮拜，主啊，我們每個星期，我哋咧為着世界每一個國家嚟禱告嘅時候，為世界每個國家禱告嘅時候，你親自嘅嚟恩膏我哋。你親自恩膏我們。我哋嘅禱告咧要大有能力。我們的禱告要大有能力。主啊，我多謝你。主，我們感謝你。你讓我哋每一個禮拜嚟到大魚嘅房間。你讓我們每個星期來到大魚店。我哋每一個都係代禱者。我們每一個都是代禱者。你嚟幫助我哋。你來幫助我們。唔單止我哋為着列國嚟禱告，不但為列國禱告，我哋亦為着我哋嘅生命嚟禱告。也為我們自己生命禱告。當我哋站立喺度嘅時候，我們站立的時候，主啊，你就嚟恩膏我哋。主，你恩膏我們。你大能大力嚟直接幫助我哋。你大能大力嚟幫助我們。當我哋每一個禱告，當我們每一個禱告都要進到你嘅裏面，都要進入你裏面。主啊，我哋仰望你。主，我們仰望你。好唔好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嘅嚟方言禱告。我們這個時候一起來方言禱告。無論我哋為唔同嘅事情嚟禱告，我們為不同的事情禱告，我哋為我哋嘅生命嚟禱告，為我們的生命禱告，我哋一齊進到方言禱告嘅當中，我們一起進入方言禱告當中。
我告们。要更多禱告。主啊，你興旺我哋每一個代禱者，主啊，你希望我們每個代禱者，我哋就要嚟到你嘅裏我面，們就要來到你的裡面，剛強站立。剛強站立。主啊，你嚟幫助我哋，主，你來幫助我們，開我哋屬靈嘅眼睛，開我們屬靈的眼睛，願我哋敏鋭你嘅角度。讓我們看到你的國度。主啊，我多謝你讚美主，我們感你。謝讚美你。我哋嘅禱告我們的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每一次我禱告，我要懂你的手，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禱告，高山被挪移，道路被鋪平，使烈火歸向你。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真知道你就是哪一位神。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就刚才的荧光幕，中国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愿祷告的火从香港一路烧到哈萨克这个土地里面，烧进每一个人民的里面，要神你的恩典跟慈爱，主啊，进入到每个市民的当中，进到这个国家的土地的当中。愿你兴起，愿生命树在哈萨克这个土地里面茁壮来成长。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欢迎你来到这个土地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